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华县连任3届的糖友里里长何吉成，洪检机组团带李民去中国佚佗，那亲像是接受当地招待。检方发动搜索约谈22个人，嘛甲伊申请羁押。验过尾法院是裁定无报请回。地检署即马表示一定会提出控告。中华县河北镇糖友里长何吉成进前组团去中国旅游，互人检去接受落地招待，这批是统战甲介入选举，检方在约谈22人到案，先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信被告涉犯反渗透法等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变造、伪造证据、勾串证人及被告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方接受检举，对花技术出钱招待和何吉成组团去重庆，团费家属佮画写明年总统大选支持特定候选人，也亲友对案情无愿意解讲，暗过日听何吉成的清辩，否认指控。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不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单纯的这个旅游吧。然后刚好是不是因为国内的这个国家这个总统选举，所以特别比较敏感。将法庭院伫13暗时裁定何吉成无报请回，将法庭检署表示会提出控告。事实上，疑似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已经不是头一摆。根据最高检立案，这类牵涉反渗透甲境外资金已经115件。境外资金40件99人，反渗透法的案件75件45人。检方透露，民众接受招待吹佚佗的案件，伫侦办顶悬，除了司法地无伫台湾，要找出金流甲对价关系等等，也确实有难度。或者个人唔通受到利诱，若无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总统蔡英文是去参加国军进任将官训练典礼。蔡总统勉励将官爱强化部队的训练，嘛爱培养人才。也毋过即马是传出来讲，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教授革命德所主持的长官高端武器研发的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伫私底下伊家己开公司，而且有10年遐尼久。更较害的是，伊是和中国合作。国防部长邱国正知影了后，是批评讲，这款行为反背国家，爱清善。甲每一位进任将官点头地，以表达祝福。总统蔡英文在日亲自主持112年后半年刘海空军进任将官合练典礼，即摆有19人进任少将，7人进任中将，其中进任中将的郭振德接管陆军配防部指挥官，伫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配合是台湾前线作战上重要的。我想我们澎防部在台湾西南海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那我们镇江部队镇海卫江，我相信过去之后会秉持各任指挥官打下良好的基础，持续的能够精进各项的战备任务训练。未来在强化部队的训练和人才的培育时，也持续精进，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局势和环境中提升部队的应变能力。蔡总统讲到要强化部队的训练甲人才培育，提升部队应变能力。也毋过最近连续传出强调案，国防大学理工学院教授革命德主持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相关高端武器研发，亲自主持六种材料、专栏电磁炮等900件研究计划。双方也出违法检制，私下成立公司达10年，毋若甲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当初回到伫后来调开，革命德更加几摆出伫中国，引起国安危机。枪毙掉，我们也期望这样子。邱国正公党会专案依上发办，革命到10年来经手68件研究案，国防部初步认定无涉及机分。也毋过拿着立会机，国防部内控失灵，不仅是叛国，还是占尽国家的便宜。那这个让人家觉得作呕，而且可恶哈。那真正问题是，10年来国防大学到底做了什么内控？这已经不是枪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体的部队的状况。
国防大学这个教授的这些相关状况。那目前不管是行政调查或者是司法侦办都在进行。李德辉认为，这是废除军法了后的严重败坏，要彻底检讨军纪教育失灵。国防部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甲明德所有职务禁止教学国军对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表达严厉谴责。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明年的选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伊伫昨昏是提出伊的5大交通政见，强调爱互民众参加交通改革会议。也若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推动公立国小下课了后的照顾班全部免钱，学校会当顾囡仔，顾到暗时7点，强调6岁至12岁国家来顾。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去参加8.1女的校庆，伊嘛推出伊的竞选广告，强调若是伊执政，会互台湾成做世界的台湾，互咱的国家变做一个更较好的台湾。交通问题一直出来，台湾行人安全嘛变作国际关心的焦点。选前剩1个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提出5大改善交通问题的政策，加速交通改革、修改法规、公众参与交改会议、中央建立统一规范、地方执行、重大交通建设回归专业评估、健全海空航网、数据治理、绿色营运，而且推动智慧运输发展策略等等。交通数据，你知道可以驱动一个叫这个叫数位，不管是政府的数位治理啊，它的数位产业，数据本身是可以变经济的材料。交通不是只有个人移动的问题，它涉及产业的基础啊。国民党侯友宜是伫个0到6岁国家市的政策了后，12个等6到12岁课后辅导政策，要来抢爸母的选票，提出公立国小课后照顾全面免钱，各间学校都有课后的照顾班，课后照顾到暗时7点，配合家长下班来接送，鼓励民间参与，要辅导立案优质的私人机构来接受学校的委办。我们大概预算给他估一估，大概初步是筹54亿，所以这类课后照顾免费政策，让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安心把孩子留到学校。另外，侯友宜11公布国防外交政策，简报是抗日和美国学者格莱伊做的翕的相片，和格莱伊伫个社群媒体 X 抗议。侯友宜12嘛回失的，而且调整把这个相片提掉。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参加8.1女120年的校庆，日本剧高校嘛在台湾做伙演出，近北嘛放出上新的竞选广告，诉求变作世界的台湾，成就一个更较好的台湾，全球点出台湾爱国较自信、团结、稳健向前。如今我们亲手打造维护主权与和平，是要拥抱世界呢，还是要依赖中国？是要信赖台湾，还是要依赖中国？这就是2024的这一场选举。赖定雅嘛讲，国际路线都是赖萧配和其他组候选人伫结局和关度上大的差别，希望选民会当继续选对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咱新上任驻美国的代表余大雷已经到华府啊，伊是表示未来防止外部势力影响明年的选举，也佮继续推动21世纪贸易倡议和避免双重扣税，这拢是伊要和美国沟通的重点。另外，咱台湾的友邦瓜地马拉，和当地检察机关认定讲因的总统选举无效，咱外交部是表示，希望因伫民主机制之下和平解决这个争议。日前甲交保握手，新任驻美代表余大雷伫美国时间11去到华府就任。美国在台协会 AIT 执行理事那英前往接机 ，AIT 主席罗森伯格是伫社群平台 X 发文欢迎。余大雷讲，台美关系是国际关系非常重要一环，安怎防止外来势力影响大选，也是甲美国讨论的重要议题。中国大陆对台湾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中方透过比如说透过这个军事威胁啦。通过经济胁迫啦，或者通过这个认知作战，想要影响台湾民众对这个情势的这个的发展。余大雷表示，也会就推动21世纪贸易倡议，甲避免双重扣税，继续甲美国沟通。那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今年总统大选，阿联酋伫第6轮决选胜出，预定明年1月14就职。也毋过，外国检察机关说讲选举无效，就职恐惊有变化。咱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各国伫民主体制之下和平解决争议。盼望瓜地马拉在民主体制下平和地解决争议，并持续依照宪法的规定时程，
于明年1月14日顺利完成政权的移交。外交部也公告，民主是国际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普遍原则，会继续关注外国政治发展。今时派官员出席就职典礼，会依顺建的规划，适时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台湾天气同款较凉冷，也毋过落雨情形会较长好。其他所在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同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低温大约是18度至19度，也若高温大约有22度至23度，同款是感觉较凉的。若新竹以南温度就较悬哈，高温大约有26度至29度。花莲台东是今仔日会感觉较舒适的温度，是20度至24度。今仔日落雨的所在，即马即阵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的东平，也阁有东半部，拢有局部低接雨。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而且会当看到日头。伫外岛、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的天气嘛，拢真稳定。继续关心推动7年的最低工资法，昨昏伫立法院完成三读。未来制定上低工资的时，要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嘛规定讲头家和劳工的薪水袂使比政府规定的也搁较低。若是违法者，上当是罚150万，嘛会公布头家的名。自修正决议最低工资法制定通过。有关劳工权益的上低工资法，12朝野党团加入动员。经过表决了后，总算三读通过。因为目前基本工资的调整是以基本工资审议办法，敢若是行政命令。2016年总统蔡英文提出定出上低工资法的政见，把行政命令提升做法律。经过7年了后，总算完成立法。最低工资法在朝野的共识下通过立法，也让基本工资的一个审议程序自命令提升到法律的位阶。最低工资法虽然完成3读，但基本上我预期最低工资法途径形式没有办法发挥它实质的功能。上低工资法明定，上低工资审议应该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拟定调整的幅度，嘛会当参考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的指标，而且规定由上低工资审议会负责审议。劳动部应该伫会议结束了后的30天内，伫官方网站甲会议记录公开。除了审议会认为有另定实施日期的必要，经过行政院核定以外，为过当年的1月7日开始实施。今天看到最低工资法终于3读，我只能说，这不过是执政党为了挽救选情，才终于赶在这个会期的尾声，才通过。如何创造一个友善的劳资共荣的环境，并且合理的分配经济果实，这个才是长远的、长治久安的政策目标。上低工资法嘛明定，劳资双方议定工资，袂当比上低工资搁较低。若违者罚2万至100万的罚款，情形若严重的，会加重罚到150万，而且会把伊名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最低工资法三读通过，劳工团体是认为这个法案未来会当改善少年人薪水低的问题。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上低工资审议会的结果，尾也有可能也是由政府咧落权，所以未来法案是爱看办势，哪施行哪修正。伫立法院最后的会期内，上低工资法拜二总算三读通过。因过劳工工资拢是根据基本工资审议办法这个法规命令来调整。劳工阁着看执政政府的面色敢有愿意要调悬，但是即马立法了后，就是甲提升该做法律的地位。劳工团体认为，这个法可能会当解决加薪的问题，但是有学者认为，以后应该要是政府来权。中央结婚嘛无想要生囡仔，我是讲这个基本工资法然后甲台湾的底薪这块看会使甲抓掉无对着这个时代哦，到底咱的物价起价免啊较合理的甲薪水调悬啊呢？因为通过了，这个雇主有对做无法度做会到，咱会使去慢慢的甲修正这个法令啊。国际劳工组织 ILO 伊嘛讲，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解决低薪的有效的政策工具。既然是政策工具，表示政府用去决定嘛。未来现在的结果，我就系讲啊，维持以前的方式，
劳资双方要甲政府、甲学者四方面来协商嘛吼，所以这部分个观察啦嘿。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执政以来，基本工资调悬8届，自2016年月金2万通啊，加悬到明年的27470块，起伏有37.3%。不过，若就这3年的平均月级中位数来讲，起伏敢若伫咧0.6%至2.37%之间。若像去年通膨2.95%接悬的时，民众认为薪水根本就对不着物价。我们台湾我觉得就是物价太高，然后薪资是跟不上物价的，对，这样有点不太公平。如果在调整薪资这方面有一个更客观的数据去可以参考的话，会让就是可能我们对于今年要调多少或明年调多少，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民众对上计工资法有真侪期待，认为法制化了后，规个审计机制会当透明化，政府未来有责任爱甲调整的数据根据公布清楚。劳动部是表示，所来赶紧筹备审计会和研究小组，法案施行的时间会个公布。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再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联合国气候变迁 COP28 最后一天马拉松的谈判，甲顶年同款，因为禁用化石燃料的争议无共识，也咧烧持，也无结果。来看自由时报，这个月初才开放出口去中国的大东往来汽车，第一批有2.9万台斤，结果只有一个货柜通过中国的海关，另外一个货柜即马互中国指控讲内底有糖，所以袂使入去。台东农会即马会办理体温，台东县政府表示会去调查是倒位啊出问题。继续看中国时报，交通违规记点新制度6月底实施，增加民众检举违规。根据交通部即马统计，到12月初7，加共有80万230个人红记点，有944个人已经记满12点啊，爱红吊扣驾照。新制度才实施5个月尔，违规红记点的人数是去年10倍。继续关心咱国内28天又搁出现马拉利亚死亡的案例，这是南部一个50多岁的查甫大兄。另外，呼吸道的病毒继续咧传，新冠病毒、流感病毒拢出现20-30岁的少年人因为感染引起重症尾啊死亡的案例，而且拢无注意防下。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持续咧流行，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34例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创下5礼拜以来新高。其中上届少岁死亡的个案是一个20多岁男性，因为流感是增加3个死亡的病例，其中一个30多岁查甫人病情恶化真紧，断医2天都因为流感并发肺炎重症过往。2位都有一些潜在疾病，那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或者是这个新冠 XBB 的疫苗。那这2位的病程比较相似哦，后面他的这个还是出现了这个肺炎的并发症。另外，国内过18年，搁一届出现马拉利亚死亡的个案，是南部一个5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今年10月底捌去奈及利亚，不过无食预防马拉利亚药啊，等来台湾了后出现发烧、胃寒等等的症状，去互医生看。抽血检验，确诊去胃着恶性的马拉利亚，尾啊因为一个器官衰竭、败血性休克等等，病情持续恶化，发病6天不幸死亡。影像上看到有这个脑水肿的情形，那在这个多重器官衰竭跟这个感染恶性疟之后，并发脑病变跟脑水肿的状况哦，所以他在这个发病的第6天，那因为这个恶性疟的这个病况变化很快而不幸的过世。疾管署提醒，最近观察到2个现象，一个是流感病毒，为着 B 型流感的有增加的趋势，可能会致使新增迄卡刀流行的病毒是以 B 型流感为主。另外，最近这4礼拜去为着腺病毒的比例有增加，达到3%，其他人可能会有持续发烧、甲感冒炎等等的症状。提醒民众都要用早注流感甲 XBB 疫苗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战争。进前有停火，也毋过即马阁继续咧战，以色列阁开始轰炸加沙地区。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昨昏是警告讲，以色列会因为对加沙地区的轰炸引起反感，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以色列用定发生而且无差别轰炸加沙，百姓失去至亲的画面，逐工伫国际媒体报送的时阵，美国总统拜登则是用真少看到强硬带有警告意味的口气表示。以色列因为对加沙的轰炸，所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伊认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理解这一点，不过对伊的战时队伍都无遮尔大压力。
当地黎巴嫩的哈马斯领袖之一哈姆丹就表示，拜登即马总算知影加沙战争是疯狂行动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一礼拜会去以色列直接进行参详。拜登搁一摆警告以色列唔通亲像2001年由于恐怖攻击事件了后，美国反应过度共款。拜登伫这会进前就是10月伫白宫募款活动，公民节招待会顶馆面对犹太的关节人，直接表示家己甲以色列领导人有无共款的意见，佮讲起一段以前的往事。I've known Bibi for now 51 years. He has a picture on his desk of he and I when he was a young member of the Israeli service here, foreign service. And I was a 32-year-old senator. And I wrote on the top of it, Bibi, I love you, but I don't agree with the damn thing you had to say. It's about the same today. 伫拜登募款活动讲话进前，纳坦雅胡则感谢美国支持，得到对地平进攻的全力支持，佮当助国际社会要求停火压力。יש מחלוקות לגבי היום שאחרי חמאס, ואני מקווה שנגיע להסכמה גם כאן. 联合国大会集致伫193席当中，153票赞成通过立即人道停火，暗过无实际约束力。顶礼拜美国才伫安理会放过一项内容共款的决议，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即马继续在战，进前是有风声讲，以色列伫10月份的时，捌使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这已经是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可能会犯到战争罪。美国白宫第3方嘛针对这件代志表示关心。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以色列捌伫今年10月时，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尚无造成9个村民受伤，各有4间厝焚烧了了。因为国际人道法禁止伫平民区用白磷弹这款武器，以色列行动恐惊是已经犯战争罪。按照美国白宫甲国务院11的讲法同款，拢表达关切。Seeing the reports, certainly concerned about that. We'll be asking questions to try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因为白磷弹接触到送数了后，会以1500度的温度烧起来，产生真侪高烟。白磷弹的化学物质，会对人的皮肤甲腹内器官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是会危害生命。人权观察组织捌伫2009年指控以色列，讲苏当时伫加沙22天的冲突当中，都有用白磷弹。按照以色列2013年宣告讲要停止使用这款武器，不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比对10月伫黎巴嫩砖头白磷弹的壳，发现讲竟然和2009年的生产号码同款，这代表以色列根本就无照片照行，而且以色列军方阁讲使用白磷弹是合法的。סיפור של הזרחן שהופעל בלבנון.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בצורה אחת ברורה, באופן חוקי ועל פי הדין הבינלאומי. 另外，以色列继续伫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当地人道危机是一直的恶化。有10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代表11飞到埃及的拉法关口，要了解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实际状况。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unger is prevailing in Gaza.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n't eaten for 1 day, 2 days, 3 days. This is really a tragedy. 10月7日以下冲突爆发到大，以色列超过1200人死亡，各有130个人质伫哈马斯的手头。按照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200人，当地有190万人有路无厝。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继续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即马有真侪官司，伊的团队是认为讲总统有豁免权，只要案件是伫任内发生的，落任了后是无责任的。但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是请求最高法院要紧裁定，看川普敢有这个权利，若无审判无法度继续进行。检方案辩方争论的焦点是对着2021年正月初6的国会山庄事件。自称川普支持群众撞入去国会山庄，要来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赢得大选。关于这个事件，川普甚是幕后策划的，伊敢有刑事起诉的豁免权。An indictment was unsealed, charging Donald J. Trump with conspiring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 conspiring to disenfranchise voters, and conspiring and attempting to obstruct an official proceeding. 纽约州的法院日前裁定本来应该继续审理，不过川普定赢，认为在川普总统任内任何事件，
就准是下轮了，嘛阁有合演权。 The case going on right now in 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 is a ridiculous, never brought before case, using a statute against me that has never been used. 对此，川普定要除了反驳检方的讲法，嘛坚持这个案件要依法送到上诉法院，有结果了才会当搁送去联邦最高法院。因我特别检察官认为，安尼会拖着审理的时间，无法度伫大选进程有最后的结果。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 克什米尔地区伫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争议已经有70天。印度掌控的一寡所在，因为有真侪穆斯林和主要宗教无同，所以政府给因特殊的地位，给因自治权。不过伫2019年的时，是决定讲政府要把这个特殊地位收回去。最高法院伫昨昏是裁定合法，这嘛引起部分的民众也有当地人巴基斯坦真不满。 印度最高法院在裁决，喜马拉雅山区查谟吉克什米尔省的特殊地位是临时规定的，维持政府撤销命令。印度政府在2019年8月撤销宪法条款，取消当地特殊地位，引起民众不满，提出上诉，严格法院有望维持撤销命令。Today's judgment is a historic judgment, and it has proved that our Prime Minister and the Honorable Home Minister, they had very categorically said that the Jammu Kashmi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India. 克什米尔是印度甲巴基斯坦独立超过70年的核心地区。能够伫1947年发生战争了后，过当年以停火线将克什米尔分作两个，分属两国。1965年，双方各爆发战争，过去印属克什米尔地区方叫做查谟吉克什米尔省，以穆斯林为主。印度中央政府甲当地关系，拢以宪法第370条款为基础，有高度的自主权。不过总理莫迪的印度自民党一直反对，搁伫2019年推翻这个条款。आर्टिकल 370 रिवोक होने के बाद यहाँ पे तो टूरिज्म में भी बहुत बूस्ट हुआ तो बहुत से टूरिस्ट भी यहाँ पे आए डेवलपमेंट भी बहुत हुई और जो बेरोजगारी है वो भी खत्म हुई मगर ये हमारी हार नहीं है ये इस मुल्क की हार है धोखा उन्होंने किया हमने तो नहीं किया आज 370 को आर्जी कहते हुए反对人数也主张，只有查谟甲克什米尔省议会会当对这个地区的特殊地位做出决定，因也质疑国会敢是有权利撤销。巴基斯坦看守政府也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公视新闻陈慧仁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9月份才去越南访问，甲两国的关系提升做全面战略谈判。因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昏嘛专程去越南要访问2天，这是习近平6年了后搁去越南。外界是认为讲，中国应该是无希望越南和美国行相远。不过美国媒体即马有报讲，越南对习近平的建议，讲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应是真冷。越南那亲像是想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继续关心巴基斯坦昨昏发生严重的自杀炸弹攻击，一台载炸弹的车停伫一间警察局的门口爆炸了后，有造成30个人死亡，32个人重伤。巴基斯坦圣战组织已经承认讲这是因做的。关心俄战争即马还搁咧拍，两边拢有死伤。美国伫12个时有公布一份秘密报告，讲俄罗斯死伤是有315000人，佮讲俄罗斯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会互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倒退18年。因若纽约时报进前是捌报讲，乌克兰军方死亡人数是约7万人。镜头转来过来，咱来关心苗栗竹南一间幼稚园，即马互家长指控讲，内底教保员可能是因为一个4岁查某囡仔困无饱，囡仔咧翻，专甲这个囡仔杀去弄壁，害这个囡仔头壳受伤，佮添2针。另外，伫云林虎尾某一间做月来中心，互家长指控讲，内底护理师在照顾红婴仔时有够粗鲁，因若这2间已经互当地政府叫去调查。画面看到4岁查某囡仔双手摸皮，哪像咧哭，跋倒坐伫涂骹。教保员随按后壁出来，甲扭起来，佮杀按壁角。查某囡仔哪像伫过程内底头壳受伤，互送去病院添2针。我对他的认识不会，因为他们好像在搬那个棉被。对，刚起床哦。对。
事件发生伫10日，有家长指控讲，查某囝伫苗栗竹南一间幼稚园，因为困醒伫骂吼，落教保员粗鲁对待，佫着伤。影片伫网络公开，家长忧心囡仔心理嘛受伤害，对这个教保员有提出伤害的告诉。苗栗县教育处讲，已经甲这个教保员停职调查。给予那个去做确认跟认定，然后认定之后就按照教保人员的幼教法的规定啊，针对那个个人行为给予罚款，或是违反卫生法规定给予处置。伫云林虎尾嘛有一间夜来中心，防指控不当照顾红婴仔，有家属看到一个护理师倒手抱一个婴仔，也毋过正手佫同时阵咧撬另外一个婴仔的头壳，规动作看起来是真正粗鲁。家属真忧心囡仔会着伤。哦，都没有啦，都没有问题，就好像说我给你吐几个安尼尔，我来照顾已经照顾2-3天了啦。我们还是要实际上到现场去了解实际的状况以后，才能下定论。虽然这间夜来中心有强调讲，红婴仔并无着伤，嘛已经甲这个护理师调职处理，也毋过卫生局讲，这间夜来中心同时阵。嘛去有人检举讲有违法提供护理甲医疗行为，会做一届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南的地检署侦办一桩虚拟货币诈骗案，有抓到11个嫌犯。检方即马发现讲，诈骗集团佫有假因讲，若是互转掉的是爱安怎印。检警即马认为讲，因这是有串口径的嫌疑，所以全部申请羁押禁见。也毋过呢，法官是认为讲，这是诈骗集团咧保护家己，所以做法是合理的，所以拢裁定无报请回。地检署即马是正不满提起控告。也若台南的高分院嘛认为讲，这也有通讨论，所以已经撤销发回台南地方法院，要求爱重新裁定。检方怀疑这个集团涉嫌用泰达币这种虚拟货币来骗人，造成至少10个人受害。检警去可能是诈骗集团的基地，把嫌犯带走，嘛把证物抓回去。台南地检署精神的过程发现讲，有哪像诈骗集团的成员用手机团安怎应对检警讯问的范本和嫌犯，认定嫌犯有串证的可能，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索用驳回。11个嫌犯最后是无报释放。本署检察官在研究完这个法院的裁定之后，已经提起抗告，认为这11人还是有应予羁押的理由跟必要。诈骗集团横行当然会有一些一定的期待，但是法院依照我们中立的这个地位呢，还是要就卷里面的证据来审慎的来看，是不是达到这些羁押要件的这个标准。检方不服，地方法院回应讲，目前现有的证据真好认定嫌犯涉案的情形严重，嘛认为公司提醒员工谨慎回答，避免害公司面临官司的理由正当，才会驳回。骑快一点就会被拦下来。对啊，诈骗集团就是诈骗了以后，法院还可以帮你保出来，这执法明显是有问题。太轻的去让他们回去吧，就是应该要再谨慎一点。法律还是有一定的效力，看他有的证据是什么这样子。涉嫌诈骗无报释放，大部分的人是真好接受，有人建议检方找到更较侪证据来证明。不过经过检方控告，台南高分院已经撤销，而且发回地方法院重新裁定。记者综合报道。变成一支喙胡瑞瑞诈骗手法，即嘛直头在进步。即嘛国内的犯罪集团嘛会晓用人工智慧，用一模一样的声音来讲骗。刑事局就表示讲，因发现犯罪集团有可能会利用电话，敲电话讲要甲你调查，等民众接到电话的时间讲话，民众的声就互伊录起来。也若治安专家就讲话5秒钟，人工智慧就发度甲你的声7成去啊。这个查某人去邮局领真大条的现金，请求协助护送。警方去到现场，发现无啥对同。那声音怎么跟我儿子的那么像？电话另外一边传来一个囡仔的声音，大声喊欠钱急要用。这个负责人耳仔听到啪啪啪，着急要甲88万交出去。内有警方推测，不法集团结合轻轨技术，用 AI 走声来港骗。那我们不排除说诈骗集团会利用这种市调电话或是推销电话，来借此收集民众的声音来进行 AI 声音伪造。真典型的，要看卖我是虾米人，这种犯罪的形式，即嘛结合新的科技，就算不是公众人物，声音嘛有可能会去互诈骗集团摕来假造港骗。刑事局提醒，无排除有心人会为不明的电话、市调电话这种管道。来摕到声音的样本，持续讲话5秒钟，跟一般人像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基本上5秒，他就可以把它
做一个模仿。科技的发展真快速，模仿声音变甲真简单。治安专家表示，只要6、5秒钟，就当可比声音的特征伪造到7成遐尔成。不过讲话模式也是加减有差。诈骗的步数是百款，来路不明的电话拢有可能加做犯罪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航空即马出现罢工危机，这是机师指控讲因的薪水调整无合理，所以打算要发起罢工投票。不过中央航空有回应讲，9年来机师的薪水已经加到10万啊。另外，伫昨早桃园机场一台中央航太的电源车是含桃园机场的拖车去烧弄，中央的车变过，即马机油是流到柜头卡。飞机无用起降的跑道边啊，一台长型的航太电源车就安尼并伫个比沙停机坪。12早起，电源车甲头家作业拖车发生烧弄意外，并且现场是也柜头开机油。出动吊车将车吊好正，偷机人员赶紧处理地面的漏油。好在在这意外只造成比沙天气坪地站无法度作业，无人受伤。不过，长型最近的风波不止这一件。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进行伫会员代表大会顶悬无预期通过，针对长型分会甲资方之间劳资争议，2礼拜内正式启动罢工投票。这期长型自2022年到即马已经赚235亿，不过飞行员实际薪水倒退一成，而且伫国际技术流失之下，引入外籍技术，互飞行出现温休。总经理开香槟来喝，因为我们到了 Q3就达到了164亿。试问总经理，你喝了香槟，那我们呢？我们一滴汤都没有，必须要用一个罢工这样的激烈的手段，来让社会大去正视这个问题。工会指出，长型航空的外站津贴去年底调悬0.3美金，每点钟3.3美金，华航是5美金。政府航空外站用餐费方式发津贴，平均也是5美金。长型落地后边，经过3摆甲长型调解，双方拢无达成共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原因，主要是针对调薪的幅度。依据劳资争议处理法的规定，那工会针对调整事项，如果调解不成立之后，经过会员直接无记名过半数的投票同意通过之后，可以取得罢工权。长型航空发声明反驳，指出以正技术费的2015年到2023年，1个月薪水加薪幅度将近10万。公司针对2024年的薪水结果甲外站津贴调整做法，会在年底进行公告实施。针对技术人力，公司已向优先招募甲培训本国籍技术，因应人力需求招聘外籍技术。无论国籍，拢爱通过公司的考试体检训练合格了后，才能执行飞行任务。不过，技术工会搁一摆回击，批评长型是路桥假蒜头，误导社会大众。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代替伫每年元旦了后就要公司化，会变做代替公司。也毋过即马外界认为讲公司化了后，因是爱面对3大挑战。头起薪是挂牌了后，阁欠1,300人，其中申请离职的行车人员就占1成。第二是票价敢要起价，也阁有安全文化要安怎落实，这拢是代替未来爱面对的问题。有民众徛伫个代替自动卖票机头前，专工来买这个月甲明年元旦的车票。就是因为代替为明年1月7日开始，就要正式公司化。详细看车票顶悬写的名，会为原底台湾铁路局改做代替公司，是啥铁道卖买起来收藏。有看到朋友也有买，所以看到之后就特地也来买。对，就是可以不用写公司啦，就是写台湾铁路就好了。代替局公司化存无偌久，不过外界认为讲代替公司的政策无够明确，解决路会面临3大问题。两过代替要发生道路雇主强化的事故等等。安全文化安怎落实受到考验。过来是28年无起的票价，当时才当合理反映营运的成本，目前也唔知影。将交通部长何振旦认为讲，在营运亏损的情形之下，车票阁无起，恐惊真恶提升员工的士气。政府就要拿出支持的政策来，你尽管明年提，我明年一定来给你做审查，半年之后会给你一个答复，就类似这样，这个承诺才代表是说真正叫做支持公司化嘛，真正让这个所谓的台铁的服务，因为这样的一个士气提振而能够改好。呼吁政府透过政策甲补助的措施，协助代替调整票价。不过对代替来讲，公司化了后，差不多2、3千人退休甲离职。
代替局局长杜美顶日也表示，欠骹手的情形上侪是1300个人，不过申请退休甲离职的司机员等等的关键人力就占1成，新增的疏运恐惊会受到冲击。不管是这个司机的离退的人力，或者其他职种离退的人力，台铁现在其实已经在运行非常紧绷的状况了。那在接下来明年，如果台铁还是以这样子的低薪的待遇在留住这些人的话，那我想势必会造成明年这春节疏运会有重大的影响。人力现在基本上应该规划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虽然是有一些退的但是都有补进来。针对人力无够的问题，代替局讲，虽然会有一寡问题，不过有持续伫补卡手，甲开检讨会议。代替局改造代替公司，敢袂当有全新的面貌，各界拢伫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全国语文竞赛内底有项目是举办2年的读者剧场这款比赛。今年呢，台南的麻豆国小伫这个项目摕到特优。学校是表示，囡仔普通时拢真糜烂在练习，加上课程内底有真侪生活化的元素，互囡仔咧学母语有兴趣，嘛愿意开嘴讲台语。泡面、蚵仔冰，还佫有手工的鸡卵糕。囡仔兄、囡仔姊手提文本用刷牌台语来讲园游会新时代，因是麻豆国小6年的学生，这届参加全国语文竞赛，读者剧场组摕到第9的成绩。这项比赛是2022年教育部试办的项目，参演过背稿式演说无共款，爱共班的学生斗阵合作，在母语对话情境当中读剧本，就为回答评审的问题。有这侪字的眉眉角角拢念唔到。不过，阮嘛是坚持落去。老师会出一关题目，互阮练习，安尼会当伫阮比赛的时阵会较有自信。比赛历练，逐渐的去也当去，互家己的实力更较强，慢慢会当进步。要得奖无遮简单，囡仔下课面前练习，就连假日嘛无休困。两位指导老师无眠无日的陪伴，其中王彦朴老师本身过去嘛是选手，一路比较单有10个档的经验。伊第2摆带囡仔比赛就得奖，伊讲主要的关键是伫教学内底加入生活化的物件，互因会使学到真斗大的代志。真侪老师啊，真热心、真热情，嘛真糜烂咧，甲咱拖。所以呢，我嘛希望甲这种精神传承互这个囡仔，嘛希望讲这个囡仔咧会当继续为着台语的文化，为着咱台湾文化打拼。校方指出，除了囡仔课程的学习，参加校外比赛，伊嘛鼓励家长伫厝加参囡仔用母语沟通，毋望台语未来的光景会使愈来愈好。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因那家己是互叫做家长课，在第1个嘉义朱济奖进入堂是家己上早的家长堂。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家长文化，民俗研究者温宗涵带团队用8年的时间，有翕一出纪录片《对手》，来探讨家长文化要安怎面对新世代挑战。无一定，最至少咱有改变伊对北家长的刻板印象是无好的。家己朱济奖进入堂的前辈，进步来讲出社会对家长观感。这出叫做《对手》的纪录片，用家己持有8年历史的家己进入堂北家长做主角，了解家长的文化。家长成员讲出因的心声，嘛希望改变社会对家长的看法。社会大众对普遍对这个家长是有一种足深的一种歧视伫遐。希望呢透过影片有一个新的看法。咱希望讲大家伫咧这个纪录片内底会使看到因专业的迄一部分。传统家长馆其实对家长囡仔也是学生也要求足悬的呀，其实足严格的，并不是像一般的社会大众想的这样子。这个纪录片描写家长成员之间互相一对手，两人一组斗打，感情为平常时都要开始培养。家长团的导师就指出，正教家长训练正严格，即马肯学的少年囡仔也愈来愈少，文化传承有真大的危机。看到内底，伊甲足侪艺术团队跟政府合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对家长的形象啊什么。那我就都来改善甲帮忙，安尼就好嘿。伊只要拿电头提面，今日嘛讲家长，只要拿交电头行做冤家，就是家长。阮家长做无辜就是安尼啊。伊若讲对边仔送，伊有可能的啦。若讲落装别几工嘛，
你这样底下把规工因就可能有安尼无法度接受。记录团队用8档时间完成制作了后，即马开始伫学校或者是社区来推广放送。路线嘛邀请进入党的成员到现场，分享影片以外家长的故事，希望互民众会豆豆来了解家长的传统技艺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刑事警察今年和美洲31个国家合作，要防止非法的移民和人口买卖进入美加地区。才5天的时间尔，调查到买12000个要偷渡去美加地区的非法移民。外国人士入境进前，航警会先透过电工检查行李，搁请旅客持指纹，为着打击非法移民甲人口贩卖，国际刑警伫第5年的行动中，甲美洲的31个国家，包括头一摆参加的古巴，搁加上法国、西班牙合作，今仔伫11月27到12月初一间，就逮捕257人，解救163名遭受人口贩卖受害者，也搁查获约12000名想要偷渡到美加的非法移民。分别来自69个国家，比2019年头一摆行动查缉到的28个国家加2倍多。另外，国际刑警发现来自非洲、亚洲的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中国，正做委内瑞拉、厄瓜多了后第3大来源国。We are not going after the migrants. The migrants are not the criminals for us. We are going behind for the smuggler, for the coyote, as we say here, for the trafficker that are sending people to be exploited. And this is our main goal here. 巴西是全世界面积第5大的国家，甲10个国家有6条边界。当地联邦警察伫9个地点部署发现偷渡者的固定模式，像古巴甲海地人会先到盖亚那，佮汇款换过巴西，经过亚马逊丛林到哥伦比亚甲秘鲁边境。We have these more than 16,000 kilometers, kind of a 10,000 miles border with all thes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o it makes it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take care of each centimeter of our borders. 警方表示，除了美加非法移民，这款的路线也吸引飞去澳洲的加勒比海移民，有多名尼加共和国的国民出伫假的哥伦比亚护照，经过巴西到离3200公里远的圣保罗，才入境澳洲。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继续来看，住伫德国和法国边界的法国民众，拢常常走去德国买物件，原因是德国的物件价较俗。因为即马钱变薄，欧洲的通货膨胀真严重，地区消费者拢算甲精。大型连锁超市门口有几若只食米和日用品堆甜的塞车，民众赶紧要将物件放入去车后斗，要按德国开年店塞车转去法国苏迪拉斯堡。真侪住伫德国、法国边境的法国人惯势跨境采买，因为敢若过一条桥的距离，就会当省一半的开销。Il y a de la viande, il y a des légumes, des fruits, des féculents, il y a de tout. Pour même pas 250 €, alors qu'en France on en aurait pour au moins 400 € pour ce caddie-là. 不过新冠疫情了，欧洲继续通膨，就算跨境采购会当省钱，消费者嘛是着爱均计较。以食物的计数来讲，过去2年，德国的食物就起28%，法国嘛起22%。Et surtout, si on a un panier moyen qui est en dessous de 100 € ou en dessous de 50 €, ça ne vaut plus le coup compte tenu, en plus de ça, du carburant qu'il faut effectivement prendre en compte. 法新社报道，83%的法国民众讲，通膨影响圣诞采购的预算。去年消费者平均开404欧元来准备过圣诞节，今年恐惊会减到剩369欧元。Bah, d'habitude, je pars au moins sur 2-3 cadeaux, mais là, bon, étant donné qu'on a revu le budget un peu à la baisse, je pense qu'on va partir sur un gros cadeau général à mon avis. 除了减少生活成本了外，消费者嘛甲算满在甲环境成本内底，坐跨境的夜间火车来代替巴士甲飞机的旅客，比去年增加15%，进一步促成往来法国巴黎甲德国柏林的昆明列车。经过9年，伫这礼拜佫开始出现。这嘛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大力推动的项目之一。预计伫2030年进前有10条夜行列车服务，达到减碳的目标。公视新闻杨岩编译。来看第81届金球奖伫昨昏公布入围的名单。伫今年秀热有2出电影真抢，一出是《芭比》，一出是《奥本海默》。因毋若票房真好，互相竞争，即届嘛入围真侪奖项。Hi Barbie. Hi Ken.
I can. 立法理事金局长就为名大公布今年享乐两部大片《芭比》甲《奥本海默》，若是票房真好，坐稳今年全球卖座电影的冠军甲季军，搁较相相伫金局长入围多项大奖，《芭比》入围9项，《奥本海默》8项。由华纳兄弟影业出版的真人版电影《芭比》，票房伫全球累计超过10亿美金，也创下女性导演影史上上悬票房纪录。这摆《芭比》入围奖项除了最佳音乐、甲喜剧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马格罗比甲最佳男配角莱恩·葛斯林，歌曲入围3首，包括莱恩·葛斯林所唱的《我只是去年》。You are the man who gave them the power to destroy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is not prepared. 由克里斯夫·诺兰主编主导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原主大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历经几种入围8项大奖，最佳剧情类电影、最佳导演、最佳配角，演员入围3人，演主角的史密墨菲，演美国原子联委员会主席的小劳勃道尼，甲演爱本海默家后的艾米丽布朗。伫今年摕到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电影《可怜的物件》，同款是这届金球奖重要电影之一，入围7项大奖，最佳动画片有宫崎骏的《从罗甲少年》甲新海峡电影的《恋爱之路》。公司新闻感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26度。外岛14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